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讲，即阵全台湾统一进入第3级的这个境界，真正是爱全岛共命吼，嘛会避免掉这个咱讲人的这个流动吼，就当降低咱讲疫情传播的这个速度。咱嘛看到讲，虽然吼今仔日这个本土案例又搁冲悬一丝啊，连5天是本土案例连续破百，然后今仔新增加是267个本土案例，小可来增加。咱嘛看到讲，湘北市这个确诊数有较降吼。新北市遮是129例，另外台北市遮是70例，但是咱关心的就是讲吼，亲像讲彰化吼，这个水果盘上遮有28例这个案例啦吼，咱嘛讲到真正是有扩大，尤其看到讲全台湾即阵超过半数诶这个县市确诊人数拢在增加吼，所以指挥中心特别爱大家来注意吼，提升一致吼这个警戒这个标准。咱嘛看到讲全台湾即阵爱提升到这个启动快速体检的这个能力吼，就是要避免讲吼这个医疗人员可能会帮盘这个状况啦吼。在疫情紧绷的这个状况之下，真正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咱第2批 COVAX 来配送吼，咱讲40万的这个 AZ 疫苗已经伫咧下晡3点外，等来到咱的这个桃园机场吼，这批咱讲专门要予防疫人员来使用吼。尤其讲吼，指挥中心嘛讲，这批疫苗这个防检流程的缩短，因为甲过去这个 AZ 韩国厂。这个制作厂吼是相共的吼，但是特别来关心的就是讲，咱台湾即马出现着3个这个院内感染，咱看到这个过去咱讲新北市阿东病院、高雄市啦吼，咱看到凤山遮这个仁惠病院，另外吼今仔日佫逼出一个台北市西药子的中心吼，嘛出现着这个院内感染。另外佫较使人关心的吼，虽然也毋是这个院内感染，但是咱讲台大病院遮出现着10名公务人员是阳性者吼。台大嘛控制到这个部分嘛进行疫调查吼，继续来去进行。但是吼，咱看到讲今日这个本土案例内底，伊也无去用放入去吼，咱讲今日按算的这个267例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继续来观察着讲是毋是会扩大变做是一个院内这个感染，继续来守护台湾共同啦吼，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洪德仁。咱主持人叫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第2位来宾邀请心肝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刘平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3位来宾邀请中西医双执照医师洪明佑。阿明好，大家好。是首先来看讲吼，今日已经升级或者是全台湾拢是第3级的这个境界，这代表什么意思？先做来听。我们新增的275例 COVID-19 的确诊，那267例是本土，那8例境外移入。新北市129例，那这边有综合区新北市里面综合区有26例，那其次为台北市的70例，那以万华区31例，彰化县28例，桃园市16例。高雄市8例，台中市5例，基隆市4例，宜兰县3例，台南市及新竹市各2例。那我们有新增的一个台南市那县市别也超过了1半，所以在指挥中心我们要宣布，那从今天起，我们要提升全国3级警戒。为能够让全国的各种的标准一致，能够一体执行，所以我每天要召开全国的防疫会议。大家所关心的，大概这一次我们是从 COVAX 所获配的40万剂，40万点400剂。那在台湾的时间清晨大概是3点钟从阿姆斯特丹起飞。那今天下午等一下3点44分会到达。现在看到讲，虽然湘北市遮、新北市伫咧129例，台北市70例，咱看到讲虽然数字有较降，但是全台湾其他所在，亲像讲桃园市16例，尤其咱来关心的是彰化县28例，等下咱嘛好好来讨论这地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咱昨看到宜兰县本地是0，即阵佫逼出3例啦吼。基隆市嘛看到讲佫出现4例，尤其咱看到讲新德市遮有讲新德科学园区内底有包厢来确诊吼。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台南市嘛头一摆出
现着案例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即阵虽然咱即个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疫情看起来有小可较控制，但是全台湾的即个疫情拢咧摊伫咧中南部遮啦吼。尤其咱讲吼，即个避免着南北二路安尼来流动，尤其是啥物？咱过去咧看讲。全台湾即阵拢是停课的，有人讲我甲囡仔送转去中南部，阿公阿嬷来顾好啊，千万唔通吼，避免着咱讲的即个群聚感染，伫咧中南部继续来摊烧。先来请教即个洪医师啦吼，咱避免着南北二路的即个吼流动吼，先甲观众朋友佫说明一下，叫伊莫安尼做啦吼。是啊，咱最近有一句话啦吼，啊，留喺厝内底无代志，啊无代志咯，就踮喺厝内底。啊，做这个宅男宅女，所以同款的道理，咱主持人拄也讲过，可能咱不可能时啊会想法是讲啊，孙啊，即马已经停课啊，啊，不如落来送伫东南部，阿公阿嬷顾。是，即离咧过去无即个疫情的时候，是即个道理是对的，但是问题来讲，即马拄啊你讲的，咱北部是迄个这边的流行，这边的这个疫情吼热区啦，足地区的所在。啊，咱北部的人若个落去中南部，啊特别拄啊看到，迄东部即阵阁是绿色的，全部拢是青色的。啊，即你可以走一下，万一甲迄病毒吼带去迄个所在，就真可惜。是啊，所以基本上即阵咱毋是讲干那讲啊减少吼迄个活动出外的活动之外，就尽量啊伫咧热区的所在，咱就留喺热区，啊希望争取时间。有迄个机会，互中南部的县市吼，大家做伙来做好即个防疫的工作。有影啦吼，做好防疫工作，尤其咱过去咧烦恼的吼，即个部分是亲像讲网价好哈，讲地点啊，即个群聚啊好，佮有水果搬箱，咱讲彰化即个部分吼，网价咱看来讲吼是87个例啦吼，地点啊即个部分还佮73个例，水果箱则佮28例，另外西亚花则佮有2例，进香团有1个，另外咱还讲到是不明感染源有49例，另外还佮咧进行疫调的，还佮有27例。会互咱惊吓的是，即个49例不明吼，即个感染源，佮有27例，咱也佮咧进行疫调，继续来请教刘医师啦吼。安怎来看讲不明感染源也遐尔济咧？当然，即个不明感染源有可能咱啊详细去甲伊疫调，有可能都会当找出一寡关联性啦吼。当然，包括有个人伊是拖出去的，伊可能去参加一寡婚礼啦，是一寡聚会啦吼。这过程当中造成的拖出去的感染。当然，即马疫调对阮来讲，其实已经无讲真正最重要的。OK。即马咱现在现主时上重要的是爱来减灾啦吼。所以当然，即马中央甲做者责任，互地方政府讲。即地方政府会当去做疫调，会当去来公布即个因行路的部位，因去参加即个会议的所在。问题是，即有当时啊，叫你回乡这1、2礼拜到底去参加，甲食接触，这无一定遮简单。哦，甚至有个人伊可能佮暗款一寡伊去出门的事实。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确实有一点仔医疗方面的这个困难。所以一般对阮来讲，即马就是全体来减灾这个部分是一个强势。是。哦，这个共识要安怎讲？就是讲，咱大家人都要做好家己的保护。其他的部分，包括讲，咱会希望讲去设这个台检站。哦，另外一个就是讲，咱要配合政府佮病院的政策。哦，莫讲，即马人病院像逐工，咱即马是滚动式的这个去变化，即改这个规则。莫因为安尼怎造成讲敢若政府找你的麻烦共款。OK。当然，即马咱希望这个不明的案例爱愈来愈少。OK。另外就是这不明的感染源，马上来控制落来。哦，因为安尼对咱来讲，这是咱是毋是会走入去第4期上重要的这条件之一。是。哦，因为咱担保店有讲，超过14天，逐工都有100例以上，一半以上拢是不明的来源，这都有可能要升级到第4期嘛。哦，所以一般来讲，咱当然对这个不明的感染源啊，会当慢慢啊去甲伊知影讲，这关联性，当然咱就会当去减这个数字。大于第4级的机会就愈来愈少。有影。吼，啊，我也着爱看这感染数，尽量爱互控制落来。是，咱真正无望吼，行入到第4级，尤其咱讲即阵已经是全台拢总是第3级啊吼，毋敢若是即个湘北市咧去做第3级，咱讲所有人吼，尤其咱看来讲，足侪人也是无咧挂喙炎，尤其中南部啦吼，嘛看到真侪影片，真侪人吼也是咧去哭安尼吼。叫伊挂起来，伊阁毋挂安尼啦吼，甲即个警方人员伫遐吼画拍拉片，但是这咱讲是非常时期吼，
咱真正好好来做防疫啊吼。尤其咱看到即阵这个肺炎其实拢也有伊的保护力伫咧啦吼。但是咱嘛要讲到吼，小连续伫咧第一天发布湘北市第3警戒，迄当阵咱看到全台湾是180例这个案例啦吼。另外第2天咱看到讲206例。另外，第3天又搁互人较惊吓是333例，昨一直咧讨论讲，咱已经有落来这个趋势降到240例，但是今仔日新增加到267例，搁加27个例啦吼。啊，咱嘛看到讲一个好消息是这个台北市一直咧强调咱讲，因这个快筛阳性率11%第一天开始。一直降到第2天9.7%，第3天是10%，过来第4天7.9%。今仔日咱甲看这个昨的这个数字是5.1%。今仔日体检甲下晡时因开记者会的时阵是5.2%。安尼看起来阳性率会当继续维持伫咧5%是5%以下，咱的疫情是不是会得到控制？是，其实我要甲大家先破题一下啦。这个疫情进到第4季是就有可能的啦。OK。嘿，大家莫想讲拢我要展现世界看一届，讲2礼拜1000人这是一个奇迹啦。奇迹是用想的就好啊。现实世界就歹发生的。所以我要为什么安尼讲就是讲，等下我要互大家看韩国的数据啦，用数据来解说安尼较简单。但是主要就是讲，这届大家可能唔是2礼拜、3礼拜会当处理的，可能是这个疫情会慢慢。稳定的控制控制可能要到9月、10月，咱大家疫苗注到一个程度，才有法度较慢慢降落来。是，所以大家要先有一个较明确的迄个想法。所以安尼趋势嘛，免伤欢喜。我昨就写一篇文章，就是讲为333变做240，这其实完全唔是一个好转的迹象啦。OK， 唔是好转的迹象，等下嘛用数据甲大家讲为什么？我先甲大家讲，即马因为开始全台湾慢慢拓开所以足侪关系拢咧消毒啦。拢咧消毒，除了医护人员足辛苦就是消毒人员足辛苦。但是我要甲各县市关系的工作人员讲者莫搁伫迄个大太阳下骹去消毒迄个柏油路啊，迄无啥意义啦。无意义啦，昨咱嘛伫节目顶讲过，真正免搁安尼做所以迄款代志莫搁做韩国伊嘛是为伊去年4月1号的时阵伊迄阵爆发伊一开始伊的爆发伊的裁剪量无够所以伊会继续爆发到8所以我讲的就是一个叫做阳性裁剪率。阳性的裁剪率，阳性裁剪率就是柯文哲这几天一直伫讲这个数字足重要，这是足重要大家要看疫情是控制落来，还是讲会继续较延烧其实就是看这阳性裁剪率大家后盖拢爱一直看这个数字。OK， 柯文哲今仔讲到足好，伊讲3%，无唔对，国际上就是讲爱3%。OK， 韩国这个图表伊嘛是讲这。橘色的就是伊的裁剪量你看人一天是拢裁剪5、6万人5、6万人阮即摆裁剪量号称裁剪18000啦，号称啦但是号称18000但是实际能够做完的只有8000多，塞车啦塞车啦完全塞车，所以你即摆的这个检验量可能要乘以2啦。OK， 要乘以2，你就用阮今日看267嘛，那是因为阮遮。验一半的人出来尔，咱的体检量无够，所以伊的数字可能是2倍。可能是2倍呢，你莫遐欢喜呢，迄是甲验一半尔，做一半的结果出来尔呢。所以你看韩国伊一开始裁剪量维持无够的时阵，伊要爆发的时阵，你若是迄个阳性裁剪率还在3%以上，伊就会碰到这个10条纹的这个确诊人数，只要在3%以上，人数还会往上冲。OK， 还会往上冲，一直到伊甲迄个裁剪量升高到。一天会当做5万、6万的人的时阵，伊才有慢慢2礼拜伊还还2礼拜的时间，才有法度甲疫情下落来。是。过来，这届是变种病毒，伊去年迄届下落来了，就控制了真好。歹势，这届是变种病毒，伊控制落来一天嘛是差不多3、400、4、500。是，伊遮认真采检，搁全民封城，嘛是甲安尼，所以大家要有先有一个认知。OK， 无安尼乐观。咱的这个体检能量真正无够，咱头头讲敢若昨通报有18000站但是真正做体检的敢若8000多站所以连1万都也无够咧所以咱看到这个数字，咱真正
唔当伤过乐观啦吼。虽然看到讲真正用数字来讲话，但是一直咱爱去注意的就是讲100个人内底吼，到底有几个人来去确诊？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网咖的这个例啦吼，这个咱昨日看到的这个吼部分是差不多7.9，甲今日这个5.1，今仔日讲吼，这个平均是5.2啦吼。头拄洪医师讲到吼，若是甲这个3%，100个人传3个人，这个100个人内底有3个人确诊，咱就会当更较放心者。但是这数字真正是爱对咱讲的这体检量来去看吼。继续来请教，赶快嘛是洪医师啦吼，要搁补充什么？这程度我感觉某一个程度，无遐尼悲观啦。OK， 无遐悲观的意思是讲，你过去吼，咱拢无支持吼体检。OK。所以一定要教伊有镜头，送去病院，了后咱个采检，才确定讲这个病症已经发生啊。伫咧5月11号了后，是，咱13号了后，台北市政府伊决定伫咧万华地区开始的时候设4个体检的迄个所在。所以发现迄阵拄主持人有讲的，阳性率100%啦，是，所以迄个数字一路向顶环冲去。第2天体检的这个所在变作5站，新北市邦桥因为加一体检，最近中央河嘛要增加，宜兰县嘛设2个，我相信伫咧这足短的时间内底，每一个县市加减拢会做这个体检。OK。伫咧过去是咱有病症了后，病人逐伊去病院急诊，也是伫咧诊所该转诊到病院了后，咱做采检来做诊断。即马是某一个地区，特别是万华这个所在，咱大规模鼓励大家，不止讲你有经过，也是有接触，就是过去咱讲60万迄个信息甚至讲你感觉你未放心，你嘛应该过去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体检的量会受的2个因素来个限制。第一个因素就是拄啊，王医师讲的，咱检验的量，全国伊是干那一个程度啦尔。OK。第2个限制是，这个体检其实是足辛苦的，包括医师、包括护理师、包括行政人员爱做登记，搁再伫咧这大太阳下骹有无吼？迄个安尼晒着太阳，其实。迄足辛苦的工课，所以大家发现讲，台湾某一个程度，即阵伊的量是增加足多，然后搁拖去其他的所在，这个是咱来真担心无毋对。但是某一个程度，那我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代志，就是讲，即寡本来是毋是伊本来就是存在啊？本来就存在，本来就是存在伫迄个所在，迄寡所在，咱即马因为是提高警觉啦，所以尽量该做体检。然后把这寡有感染的人尽量切出来。所以医师的意思是讲，过去咱拢咧要讲可能这个网咖地区地点啊，这个群组网华家，也是讲亲像咱讲这个宜兰娱乐场所遮体检出来，小牵连，因其实拢有一寡牵连的这个部分。但是你讲这个社区本地就有即阵甲伊揪出来的意思，感谢呢？对所以若是用这角度来看某一个程度咱中央指挥中心伫咧旧年度，相当反对采用咧彰化县做普筛啦，普筛嘛。迄个普筛某一个程度嘛是体检的这个意思。所以到底这是讲咱为了有镜头了后，再来甲伊诊断，还是讲采用这边，咱伫咧每一个所在广设体检的所在。OK。然后我相信就有一寡轻症的，其较轻的无镜头的，伊就会去发现了。所以。咱拄啊看咧，迄数字伊会增加，增加到一个程度了后，333例嘛，昨昏条今日拢降落200桶嘛，但是重要的就是迄个阳性率有啊伊是对10%一直降低到5%左右。这是网咖这个所在。咱即马讲差不多，其他县市若要做，我相信伊嘛是共款的迄个状况啦。所以我即阵要报告就讲迄个人员确实是真力啦。所以咱台湾耳鼻喉科。外科这个头颈外科学会，伫咧精工，就已经有宣布讲，咱全台湾有320个耳鼻喉科的医生会投入去支援这个体检的工作。我本身也是耳鼻喉科医生啦，所以我们与有荣焉啦。咱台北市
啊，即阵你交咱医师公会这边，你讨论4项代志。我感觉这个4项代志，若拢有法度做的时候，咱社区的防疫吼，应该有一个足好的一个基础，用来建立起来。第一个吼，啊，阮即阵已经咧调查台北市的医生、诊所的医生、护理师要来做支援无？阮昨出去做调查，到拄仔为止吼，已经差不多将近60个医生。啊，这无包括拄仔讲的。迄耳鼻喉科医生吼，会名单挂未来迄个对比啦。即个若对比了，我相信数字会阁增加足多。所以第一个，迄个快筛的筛检站吼，马上就诊所的医生啊，交护理师、行政人员用来支援。第二个部分拄仔讲了，体检若阳性啊，但是伊的镜头真轻，甚至于吼无镜头。咱即马采送的方法是，毋是送去病院。去做迄个集中检疫所啦，咱已经放袂落去啦。有影啊，落爱放咧过去的防疫旅馆，还是讲叫做集中检疫所。啊，拄好咱对进港啊开始，咱迄个外国籍的旅客吼，不让他进来的。啊，所以咱迄个集中检疫所吼，伊迄个能量搁空出来，伊会空落来。啊，所以就互即阵阳性的人来去下观察14天啊，先咯。啊，即个嘛是有需要医生兼护理师伫咧迄个所在提供。医疗的服务 ，OK， 啊，咱即个共款，台北市嘛医生嘛愿意来做这代志。第三个部分就是讲，万一啦，连这个集中检疫所也爆掉了，啊，搁较轻，还是无镜头的阳性的病人，伊就只好，然后踮咧厝内底，叫做居家隔离啦。啊，居家隔离，咱上担心的代志就是最近有迄个独居老人有无吼？都安尼来归往啦，阳性啊，结果。啊，结果因为这样子就过往去啦，过往去，这真正互人足痛心的啦。所以，阮基本上来讲，那参像这种的，你的居家隔离检疫的这个民众，他是阳性的，那我们就会启动远距医疗了。OK， 那远距医疗这个基本上来讲，诊所还是病院，两个交这病人，每工啊打个招呼啊，打我 OK， 啊你个健康真好啊，最后一个就是。拄啊，大家拢讲了，王医师讲了，即近的疫情若要控制是要靠疫苗的，预防针啦有影，也爱靠预防针。所以预防针你咧诊所诶，即个要安怎建立即个内里咧注射诶即个网络，这其实是非常重要。OK， 所以这4个部分应该我相信台北市交咱这医师公会这边一定会全力以赴把这样的一个网络建立起来。有影，咱嘛咧看讲台北市今日下晡记者会嘛，鼓励真济即个医护人员你主动伫咧基层遮，你若要奉献心力伊讲你扫即个 QR code， 就来提供一寡即个资料，你知影互即个台北市知影有一寡即个意愿，伊就甲你 call 我来继续来做一寡即个体检等这个部分。咱嘛讲着即个全台湾即个确诊人数全台即个半数的县市拢有之下，全台湾嘛要成立着164个即个快速体检站但是体检的这个能量，咱头拄嘛有讲过，继续去申请到这个刘医师啦咱讲到这个头拄这个洪医师伊讲到伊讲安尼抓起来，可能这个社区咱是过去这个老高期该救起来这个部分，但是安尼甲咱头拄讲的这个不明感染源，那是安尼大家要较选择啥物？是这个感染源是较一致，还是讲过去遮咱拢甲伊抓起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拢有咧讨论啦就是讲。这个部分到底是为飞行机迄边来的这条线，还是讲较早其实都有社区都已经有一条隐形的这个传染线，咱无发现到咧。因为咱无去做破胎，所以咱唔知影讲到底这个代志是有存在无存在。OK。而且伫即摆咧疫情咧爆发的时阵，咱这个张教授有讲，咱袂去针对逐个人去做这个基因的检查。OK。所以无法度去做基因的检查的情形之下，伊无法度去甲你确定这逐条线是毋是拢有关联的。除非讲伊确定讲即摆这个。族群才爆发出来，伊感觉甲这其他的关联性实在伤低啊，伊就有可能去做这个基因的检查，对这病毒的基因来做一个检查。所以即马伊当然推论起来，伊感觉这4-5条线应该拢是同一个大代志，拢是一个大的这个社区的感染。所以伊认定较早可能有隐形的传播性，伊虽然无法度排除，不过有可能较早的病毒是较弱。较早是原始的病毒，大家做好自我保护，所以较早就断链啊，就断链啊。所以就变做讲，可能拖2-3个，拖几个啊，还是这个家庭有拖，结果伊就断去啊，无造成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族群的感染。了解。即马来讲的话，当中有明确确实讲，这个万华这个第二馆这地点的问题这个宜兰的问题，这个水果搬声的问题，这个
那个理管的问题，拢有相关的，这拢有相关的呢。哦，所以当然即马是甲伊考做伙。是。当然考做伙有一个好处是，咱即马这个病例，咱就统一来处理就好啊。哦，袂甲伊认定讲一定是这是第3条、第4条的不明的传染链。不过对咱来讲，其实咱也要甲伊放宽来看。当然，即马检查以外，咱唔通阁互其他不明的传染链入来。有影。哦，所以咱即马已经就拄则洪医师讲着讲，咱已经甲国境封起来啊。哦，所以即马就较袂有这奇奇怪怪，是讲这个感染的问题，哦，感染的问题。是。第二个就是咱即马现主是紧来处理，即马已经造成了疫情的爆发。OK。当然，对我来看，我嘛感觉讲，我甲洪医师的感觉是讲，袂讲遮悲观啦。OK。毋过有可能这个数字，老实讲。有可能是这一礼拜以来一定拢是悬悬低低，哦，有可能是写2包，但写3包，但写较好。问题是这无一定看会出啥物，哦，都像今日记者会，昨个记者会，咱部长讲，即摆的数字反映的是顶礼拜的代志，咱还未看到这礼拜，是，伊这一个传染出去造成的后壁，甚至是14天进对，这到底是 ending 到什么程度，拢也唔知影。是，哦，所以即马来讲的话，咱爱保持这个医疗的量能。OK， 这能力甲物资，咱唔通凊彩甲伊拍歹。你爱伫这时阵，就甲这头前的第一线拢忝死。哦，即马过来后壁真正后壁看起来，真正缀袂掉啊。OK， 就真正无所在好去嘛，无人会当来做体检嘛。但是咱讲吼，即阵好哩加在吼，大家拢有看到吼，去网架即个卡价吼，所以即个吼，咱讲即个传播链较确定一丝啊吼。虽然咱看到讲，即阵大只嘛有去探开，也是讲咱看到讲吼，即个高雄凤山即个人会病院，伊其实嘛有去甲网架即个吼卡价等等然后，所以即条线吼，即条链咱避免伊个探开，亲像讲吼，即个大只，今仔这10例也无是即个咱讲吼，伫咧算伫咧今仔本土案例，可能明仔载就要公布，这是指挥中心甲咱讲吼。继续，我请教洪医师甲咱补充者。是，歹势节目要有一个火花可看啦，吼，所以我是无赞成普筛啦。我是感觉是即届嘛是一个较统一集中的一个传播链，所以虽然我头讲吼，阮若是以韩国来看伊个数字来讲吼，是较悲观啦吼。伊个绝对会拖较久啊，就是讲即个变种病毒是无法度用筛检大量筛检就有法度完全控制来，但是有法度控制伫一个很小的数字啦。好，以台湾的这个人民的水准，我是感觉安尼吼，嘛是会当控制啦吼。嘿，我一个乐观就是讲，我安尼看起来，我嘛是感觉是一个集中的啦，集中的来源啦。好啊，所以以集中的来源来看，就是讲伊无遍地开花啦，伊无遍地烽火啦。啊，所以其实若是要控制，只要我是刚今日宣布3级是最好的代志，因为你互传出去，迄小火花，各县市小火花，即马直接甲封锁起来，我甲会花伊啦吼。因为我知影，阮知影即个变种病毒吼，毋管咱武汉病毒、新冠病毒，就是伊就是发病后10天了后，伊就无传染力啊。所以大家是乖10天就会使。哦，这10天足乖，拢莫甲人搁去唱歌、搁去食饭、搁去创啊。因为发病这个速度较紧，但是伊的这个咱讲这个死定的发病了10天，伊就无传染力。OK， 好啊，所以即马 WHO 的解隔离条件嘛是共款啊，伊就是发病后10天，啊，搁确定你无症状3天。好啊，像阮即马嘛。采取这个嘛，就是讲，阮10天了后，阮搁要甲验一届 PCR，PCR CT 值大于30，阮就可以解隔离啊。OK， 啊，过来我为迄个针对柯文哲今日讲迄个招募退休护理人员，好来倒3天来做迄个防疫检疫中心的迄个倒3天。这个用意是好呀，但是迄个对象我感觉无好啦，你是讲65岁退休？迄是迄个高风险族群的，你招做过预防针嘞？啊，就是即马医护人员也是讲迄预防针65岁，阮拍到资料就少。资料真少。除非讲你招募来，你全部即届40万剂，也是讲有诶拢先做。OK。而且资料搁爱等2礼拜哦。是。资料你要有基础的免疫力，爱2礼拜。吼。所以，因为阮知影60岁以上就是即届死亡率上悬的这个族群啊，啊，你招募这退休的年岁较大，其实是高风险啦。哦。好啊，当然，若是有较少年退休的，迄就会当好先来处理，啊，就是预防针爱做。OK。啊，我讲医师的烦恼就是讲这是高风险的这个族群。嘿，若是退休，我看到退休迄2字，我就要提醒一下，就是讲阮即个年龄，啊，甲阮即个拢无预防针。有啦，亲像昨下来上节目的这个张如台医师吼，伊嘛是去做过，伊嘛是过去这个和平病院急诊室的这个主任。相信因遮若是有做过预防针，因佫是会当来发挥着讲吼，因的这个摘掉这个部分。而且我补充一下，他讲迄个裁剪吼，即马就是耳鼻喉科医学会号召320位医师，我感觉这真好，OK， 真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全世界其他国家，伊是要大量设裁剪站呢，大量，所以因是用什么的人员去裁剪？
护理师啊，医师无说，你把迄个裁剪试纸、棉签，甲存于迄个鼻腔内底，深处啊，甲洗几轮啊，啊，甲粘啊出来啊，甲坑落，这刚需要读7年的医学院。这刚需要医师的证书才能做的事情。护理师无定着伊这手路更较好咧吼。对啊，伊经过完整好好的训练，护理师就能做的事情。但是阮今嘛国内的法规就是安尼，因为这算侵入人体的检查。OK， 无咱来请教2位医师啦吼，咱先请教王医师。这个部分吼，因为我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啦，所以基本上我伫咧做医生这要我40年啊，啊，就是这片啊。就是我的专门的所在啊。OK。所以基本上对于阮耳鼻喉科医生来讲，要对鼻仔内底入去鼻咽部吼，这裁剪，这技术对阮来讲是真简单。OK。真重要先啦，因为过去要采检嘛好，要治疗嘛好，啊要去急诊嘛好，拢是一个到病院去啦。OK。咱真重要的讲，咱拄仔讲的社区的这采检的这块所在，本来嘛是拢派病院去的，啊结果。病院拄啊讲得对，王医师讲得对，是爱顾病院嘛。OK。啊，咱基站做第2线，来甲补充啦。OK。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的是啊，咱国家应该还未到拄啊你讲的韩国的迄种得来速，吼，的迄种方法啦。所以基本上，若是讲吼，社区的耳鼻喉科医生，也是台南台北市，阮即摆已经落咧做调查，小儿科医生啦、内科医生啦，伊若有意愿，这拄啊讲的。随时我都训练啊，医生要训练这愈简单。是。啊，咱这个有一个足重要的意义，足重要的意义就是讲，拄仔讲的，同岛一命啦。有影啦。嘿，这毋是干咱病院的代志，是咱诊所交病院大家共同努力。有影。啊，咱经过这个磨练了后壁无论讲这个疫情若升温，咱大家该控制好，啊，咱大家拍手啊。OK。啊，你若万一讲真正安怎的时候，啊，咱就用咧。一线搁一线吼，后勤的这款人才吼，当中补起来，补起来。OK， 好。啊，但是重要条件一定要注意用声啦。有影，预防声，咱讲这40万这新来 COVAX 配送的，今仔自荷兰送到咱台湾，拢是爱咯，咱讲的即阵第1线的医护人员，咱继续请教这个刘医师，头拄啊，这个王医师的这问题。其实王医师讲了无唔对啦吼，当然大部分医生需要的能力，应该是留伫病院去做上后的这战斗啦吼。问题是即马。一开始吼，我感觉也无到全部爆发阵吼，你个护理师去采检吼，有一点仔问题是惊伊讲，大家相信这数字无？啊，我的手法啊，我就是讲，哦，即个有去认证无啦吼。啊，当然即摆国外吼，其实已经放甲全部，因甚至叫你讲你伫厝内家己做，伊做影片吼，甲你教讲你安怎家己自我采检，然后较甲即个检体送去病院，这拢会使吼。OK。啊，当然这是针对已经失控的情形啦吼。啊，其实为开始即个咱有流感开始吼，基层的医生其实大家对即个为鼻腔内底去采检吼，已经功夫其实拢做好的。OK。所以除了讲即自我保护以外啦，啊，即摆咱上惊就是讲，甲即个基层的医生派来做检查阵，唔通互伊去得病啦。OK。唔通叫伊染疫啦，这上重要。OK。所以除了预防性一定要互因以外，第2个就是因的防护的即个装备一定要互因有够。OK。哦，啊，到时阵啊，真正人员即个。一个感染的情形已经失控，当然可能护理师第2批出来一定是需要的。是，所以其实应该综合两位这前辈的意见，应该是讲，即马开始先医师先开始，伫这个空间，咱争取这个空间，爱互一寡护理师伊甘愿会来学这个技术的，来开始训练啊。吼，来训练的目的就是讲这超前的部署嘛。莫到时阵讲医生有诶已经无法度啊，已经采检甲全部拢卡掉了啊，你想无护理师会当起来。OK。吼，啊，甚至开始爱甲这个民众教育。甚至到时阵行到自我采检阵，你安怎留这个检体？ OK， 这其实都会当渐渐一步一步开始甲教。是拢咱做好准备吼，但是咱无望讲吼，家己伫厝做体检这个吼，上尾啊这条路啦吼。啊，尤其咱看到讲吼，真正来当控制，莫搁拖入去病院是上重要。尤其咱讲过去啊那。过去咱看到讲阿东病院即阵那个传出着吼10个啊，昨个有人死亡。另外即个高雄惠仁病院遮啊，即阵咱看到讲5万吼，大病院遮会当修复掉。即阵因要来做全部吼院区内底所有人即个体检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即个对专医吼，即个一般即手术来讲，新病人入去即阵拢总停吼。即个门诊的部分嘛要吼拢来吼降载。另外非紧急病人吼要延长因的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咱看到即个吼院内一定要控。咱嘛有整理到一个报道，吼，先带大家做来看。
上报本土确诊病例增加真紧，台大病院已经受理超过100例确诊患者。到底病院量能紧张的同时，台大病院一位干部室员工在被出现发烧的症状，马上做 PCR 的检验，当日下晡确认是阳性，院方马上通知全办公室的员工接受采检。目前36人已经采检完，各做隔离，总共有10人是阳性。那很不幸的，在这36名跟他有接触的同仁当中，我们筛选出来有10名是阳性。那这10名阳性的，我们就收住院。那另外这些跟他有密切接触的，虽然不是阳性，我们也都把他做隔离，然后再观察14天。干部室办公室伫党址地下3楼，平常时负责修理业务。院方去考虑到顶礼拜5。调查其他有卡车园区做环境的采检甲加强消毒，所以19开始，台大宣布马上暂停所有常规手术，新病人入院甲做门诊拢爱降载，搁请毋是紧急病人延期就诊，也要进行全院差不多是6700名员工的普胎，希望48小时内完成。我们希望在48小时内能够筛检完成，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分仓分流，有些同仁并没有来上班，那另外是有一些3班制的，但是他等到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会确定他筛选与阴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让他来上班。根据院方了解，10位确诊的员工当中，有人有邦加地区卡车，按过医院爱做疫调，按过初步判断并不是院内群组感染的情形。台大也呼吁民众确实有相关新冠肺炎轻症症状，请到其他病院体检。按算接受确诊及重症患者，会将医疗量能支援染疫的员工，希望用上帝时间守住台大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是咱拄则吼讲到是台大病院吼，啊除了这个新北市的这阿东病院、高雄市的这仁惠病院，有台北市新增加一间吼，西药剂这中心是这个院内感染，咱即阵都望吼，台大当守好势啦吼，这个卖互伊变做是咱讲院内感染，尤其头拄咱嘛有听到伊讲吼，即阵有的人已经吼。伫咧厝里上班，但是即阵体检的人吼，有的拢伫厝，啊，佮有即个3班制等等，才有即个问题，啊，佮有分流等等啦吼，所以因体检上嘛已经吼真棒啊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医护吼，即个承受的即个部分嘛是量吼，安尼一来，所以咱嘛看到讲啊，真正吼轻症部分，咱过去来讲吼，即阵留互重症的即个患者，咱嘛看到讲即阵21个人吼是抑咧吼即个重症的，啊，佮有即个3个是装即个 ECMO 的吼，继续请教即个洪医师啦吼，国外的吼。体检的部分有互咱这个学习的所在无？他医师有讲迄个保护的部分吼，其实韩国吼去年的时阵，因就做一个电话亭采检啦，吼啊，所以人员拢伫内底啦，完全隔绝开来啊，吼啊，所以其实台湾真好，台湾迄个台中慈济吼，台中慈济急诊医师吼，伊迄阵就研发用迄个隔板，啊，了工研院甲因合作吼，该做一个台湾版的电话亭。吼，台湾的吼啊，所以医师伫内底是完全会当甲患者隔离，啊，佮会马口的通风是较好。吼，即摆就是讲采检吼，我要甲大家呼吁，就是讲你即摆无症状吼，拜托你莫讲你怀疑讲家己有可能感染着吼，啊，就要去采检站，因为即摆其实台湾的量能是无够啦，啊，所以即摆出报告拢爱2-3天以后啊。是。吼啊，所以变做讲真正有需要迄个，今仔陈总讲了就好，今仔有一个调整，就是讲有做绿色通道。吼，绿色通道就是讲你真正有症状的人吼，你毋免甲人伫遐排队。有啊。吼。啊，所以你会当先做。好，为什么你无症状你莫做呢？因为你伫发病进前你甲做咧拢阴性。伊安怎做拢是阴性，你就是你家己安全。结果了你有症状你才去做，已经末期啊。啊，即个发病期这段时间，歹势你的家人甲你共款食饭，也是讲去佚佗的朋友，拢互你传染。哦，因为你头前验一届，你直接验嘛，无症状你就要怀疑自己嘛。啊，验起来阴性，你就就是家己是安全的。是。好啊，结果。害着大家处理，好，所以你即马去排队啊，过来，我要讲，这几工的检验阳性率差不多10%啦，吼，7%、10%啦，吼，虽然讲今日有5%，意思就是讲，甲你斗阵排队的内底，可能10个人有1、2个，一个人就差不多是伊迄个有病情的，有啊，啊，你伫遐客来客去，摸来摸去，本地无疫情的，吼，家己去带着病，结果你阴性了，登去3天5天了发病，吼，啊，所以即马就讲一个。就靠快筛啦吼，起码足侪医院，希望全省要甲发送快筛，有足侪牌子哈，我这个牌子打起来吼，有的牌子讲号称伊检敏感度90%啦吼，90%啊，我讲90%那就快要接近 PCR， 那叫厉害快筛，因为阮知影阮流感快筛嘛敏感度嘛才5成尔，吼5成尔，啊结果有一寡这那才好安尼，过来工研院
进前去年有讲伊做一个易开罐，是，吼，阮有提供1、2亿的经费去做快筛加这个 PCR， 这快速 PCR 研究1个小时可以出来。啊，但是为什么这个部分吼啊，无即马那需要的时阵都无听到声？是，啊，是毋是一寡单位爱紧出来讲，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啦？吼，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咱讲着吼，这个无接触历史的、无活动史的，千万无吼，这个体检的这个必要性吼。你真正甲这个体检的这个能量扩大，互过去咱讲真正有这个接触历史的，有去遐行大过吼，才会人去使用啦吼。啊嘛避免咱讲规个这个医疗人员吼，遮尔这个辛苦啦吼。另外这个这个洪医师其实嘛有讲着吼，科级的这个治疗师吼，因这个注意防射这个保护，嘛是爱甲因保护一下。是。你讲预防射的部分嘛吼，即马就是讲你注预防射嘛是要2礼拜啦，啊，所以你其实即马阮一寡不确定的人，即马是送回迄个那个叫集中检疫所，但是阮即马确诊的人嘛送回集中检疫所，是，啊，其实吼，伫集中检疫所内底有可能有一个交叉的危险性啦，所以讲伊是讲个人都一监一室啦吼，啊，但是伊工作人员，这有那像阮防疫旅馆共款嘛，你防疫旅馆你甲防疫的，你甲检疫的人就是讲，大部分是干净的人，吼，但是内底有可能带病毒，甲一寡国内的旅游的人，可能伫同一个机构内底，其实那还是有一个系统性风险啦，所以讲大家拢会就盯紧的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集中检疫所来放轻症确诊的人，这是不得已啦，这是没错是正确，现在这样做是正确，因为你要保护医院嘛，但是我一直讲就是讲，阮也有一个轻症园区，为什么呢？因为你确诊的人吼，其实袂惊确诊的人啦，因为你确诊了，你身体内底的病毒是你本来捌到的病毒的好几10亿、100亿倍啦。是。好，所以你其实你已经不怕环境中的病毒啊。OK。底下你发病5天以后，已经开始产生抗体了。好所以确诊的人跟确诊的人其实是不用一监一室啦。OK。甚至他可以不要再被关在那个单独房里面，他可以有一个开阔的园区，你内底生活。伫内底运动、跟人互动、远距教学，开始异地办公拢会使。是，你讲这个确诊者轻症部分，应当共同来去做一寡代志。当然，阮遮有法度保护医院。过来，阮即马检验量能不是卡掉的吗？检验量能卡掉，所以一寡还不确定他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人，其实是应该进去集中检疫所啦。应该是安尼。来，王医师拄仔讲的有真侪观点吼，某一程度我足认同。某一个观点，我嘛爱做一呼吁啦。OK。拄仔讲的迄个现体检，足侪厂商已经拢发展出来啊，拢有咱国家食药署的迄个认证，甚至拢做外销啊。但是咱中央的指挥中心，内底规定足清楚，这是要由中央的指挥中心来决定即寡要体检的细节 ，OK， 是毋是诊所用的用？诊所用的用，免的用，伊有一个足重要的条件，就是咱的人员的管控，的这个现动线。是。第二个就是讲，咱相关的防护是毋是有做啊好？然后你真若无做啊好的时候，内底拄仔讲的，无论讲阳性率是5%、10%，就代表讲咱咧做体检的，就有这个真悬的风险。所以某一个程度，这个部分。我的观点是应该要尊重中央的这个指示，这第一个。OK。第二个部分，拄仔讲了，咱其他亲近的，也是讲无镜头的体检是阳性的，即马拢该去安置伫咧拄仔讲的集中防疫旅馆，也是集中这个检验的这个所在。是。即阵上大的原则，就是一个人一间房间。我感觉这个是应该爱尊重的，因为除非有例外啦，例外啦。譬如讲迄幼婴足细，父母做伙离病，OK 需要人照顾，迄个大家评估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一般惯常一个人一间房间某一个程度会减轻足侪咱无确定的迄个传染啦。OK， 这对病人本人，对你照顾的人，应该拢是一个真好的保险。是。最后对呆呆一部分我爱报告。因为呆呆这个部分。伊虽然是有工作人员，去体检，发现讲确诊，这其实是互咱真惊呀。敢会想来讲，呆呆敢有院内的这感染的现象啦。是。实际上，伊的骹踏，调查起来，有办法嘛是有关系。
所以基本上，台大本身交医疗还是护理还是防疫的这个人员，伊即阵现在是安全的。所以台大已经开始启动咱拄仔讲的伊的检测的这个服务啊。我会知吼，就拄好有一个病人，这是一个白血病的病人。他在去年5年做骨髓移植。是。你的病院台大治疗真牛啊。真幸运，伊复原。是。然后顶个月对病院出院啊，当然病院会开药啊，可以摕倒来厝里食。今日按照正常是爱等于做追踪啦。我先再开药啊。结果碰到昨昏台大就来通知，伊封院啦，门诊关掉了。是。所以这个病人是我该照顾20几年的病人。所以伊就过来找我。OK。这个足清楚的，因为随上这个是社区的诊所，伊会发挥的功能。OK。你讲咱针对这个药啊，来看卖啊，那是咱的专科是 OK。OK。那不是咱的专科，要甲大家报告，特别是这内底有诊所吼，还是咱的民众，唔免客气，落去你就近的诊所，因为健保局即马这站有开放，比如讲针对这类有需要讲，因为病院迄边要甲伊减轻伊的迄个服务的量。这类的慢性病的病人，你有转诊单也好，无转诊单也好，袂要紧，对云端去看药咧。这就是过去咱咧讲，咱就是着家庭医师啊，是讲这个社区医师的这个部分啦。所以这个病人伊足欢喜的。OK。因为基本上伊本来是无路用咧摕这个药啊，即马足侪药啊，我其实是看，哇，我开一个月互伊哦，加起来4000几块啦，我嘛是会担忧。万一健保顺啊，加核酸我袂安怎？但是问题，但是非常时期啦吼，有影啦吼，咱继续来看讲吼，这个。咱讲长练，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尤其咱看讲真济，这个案例拢甲这个网架吼，这个去过迄个所在有关系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吼这个中华这个葡萄水果商啦吼，咱嘛看到讲买手去甲查起来吼，伊有控制到1300名的人吼，3人确诊了后，过去看，因拢伫共款啦吼，一个这个唱歌这个班内底吼，内底过去甲查起来有22位这个阳性吼，这嘛是看讲。咱这2天一直看讲中华底下20几例安尼咧增加啦吼，所以咱就看到讲吼，这个唱歌这个班内底有42个吼，前后累积26个吼，投标这个几率吼差不多6%啦吼。另外这个葡萄家族吼，这个感染链吼增加到52个人吼，连这个 KO 啊，是讲等的这个部分拢去做消毒，但是他都冇建议过，莫安尼做消毒是无意义的啦吼。另外确诊这里长嘛是这歌唱班的这个部分啦吼，还有这个吼这个。咱讲去食喜酒的这个人客感染饭店吼，165名员工吼，快筛是零确诊吼，这是较安慰的这部分。继续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吼，咱安怎去看讲吼，这个其实咱看讲这个无论是控制了后，搁去看伊其他接触这人，其实拢找会到啦吼，这个部分嘛是互咱较安慰的，是毋是安尼？当然，这个可能伊去参加这喜酒这部分，咱拢有控制到，吼，这清三个。问题是有当时啊，惊伊讲，即马一开始165个员工检出来是阴性的，问题是毋是伪阴性，咱毋知影。当然这嘛是爱我后壁继续看。咱即马上惊的是讲，莫互这疫情拖伤久，莫互这疫情的人有较侪，因为拖愈久，时间愈侪，人愈侪，上惊咱家己会出现变种症。台湾就家己有可能会变种啊。所以拄则当回归到拄则讲，这个加强版的这个集中检疫所，是安那？即马陈时中咧部长也建议一人一室，就是讲讲，你也到时阵咱即马无去做基因的定数，所以变做讲，你也是无共款的基因有可能会交叉感染。所以咱当然咱即马是该肯定全部拢是英国症的。毋过伊啊交叉感染阵有可能无排除，你有可能拄要好，你讲有感染。OK。伊即马其中检疫所的即马坑的人，全部拢是一定是确诊，你是轻症的。第二个就是你伫大病院已经。诊断已经治疗到10天以上啊，快放落去，即马是怀疑的，伊也未囥过迄边啦。OK，伊讲叫伊等去处理，先家己自我观察，然后等报告安尼尔。所以对阮来讲，目前即马集中检疫所嘛是希望这个人是一人一室，安尼当然一定是较安全，避免后壁这个变异的可能。是，所以即马咱若讲要开始个锻炼，当然这医疗。地方政府就一定爱互相来到帮忙，唔通啊！这责任感觉讲这种是中央政府爱来处理。OK， 伊也开始派人去医疗讲这个县市内底，这个乡镇内底，只有食去接触，尽量会当去甲这个人找出来，去控制出来。
去做检查，安尼确实去把这病情会当紧治落来，是啦，上大的帮忙。所以维持这个一人一食，咱讲避免讲真正产生过去咱讲英国病毒啊，过去咱讲这个印度病毒，避免有这个台湾变种病毒安尼这个部分产生啦。继续王医师。是，其实即摆吼就是台中即摆有做迄个快速筛检医院啦吼，中彰头是一个生活圈啦。是啊。所以其实伫中华这个疫情吼，其实人头甲台中其实还足细腻的，吼，足细腻。啊，但是即个问题就是安尼，阮病院即摆的采检，阮头一直讲检验吼，它者检验有采检、检甲验。阮即个采检一工爱1万、2万、3万，啊，继续一直甲采。啊，采出来后面没人验呐。OK。阮规个搭车嘛。你讲这台中租借是敢若8点钟64件呢？是因即摆量人8点钟才会当做64件呢。啊，其他医院因为迄一台机器要去走，就是8×8嘛。啊，所以其他病院嘛是共款。你即摆咧出报告，有迄病人发烧怀疑讲伊是 COVID 啊，结果甲验，病人拢已经好起来出院啊。啊，结果伊迄报告还袂出来。啊。报告就还袂出来，啊，就是搭车。OK。啊，所以你即摆。就是你中华的检验量能，你的检的能力，啊，甲你的验的能力，即摆就要紧来扩充，紧来做。有影。啊，搁阮的头医师讲了最好，你的检疫，你1人1室的迄量能爱维持。中华刚有做家己的检疫所 ，OK， 集中检疫所，紧来关心，大家紧来关心，啊，指挥中心啊，紧来。甲大家报告讲啊，即马做到什么程度啊？吼，安尼才会当讲中华这个热点，紧甲拍好是，安尼，甲火紧哦拍好花啦，吼，这是上重要。尤其头拄医师嘛讲到，这个台中吼、中华、南投拢是一个生活区啦吼。有的人吼伫遐上课，即阵毋免去上课，但是过去有人去摆档啊啥，台中嘛走，南投嘛走吼，这个中华嘛走，其实拢是安尼来流动。但是即阵咱嘛讲到已经是全国第3级啊吼，真正是通道一命啦吼。咱讲避免所有无必要这个流动啊，当踮伫你家己厝内，就踮伫你家己厝内吼。过去咱看到讲吼，中南部有一寡这个较吼离境的这个，咱讲无过肺炎的这个部分，即马拢甲肺炎挂好势啦吼。另外，咱嘛咧讲到吼，这个 COVAX 这个系统啦，41万啦吼，差不多40.4万啦吼，甚至有人讲40.8万，这个预防车已经来到台湾。咱嘛讲到，伊甲过去吼，这个韩国厂所制造的这个共款啦吼，所以这个咱讲检验的这流程会当缩短。啊嘛讲到吼，伊本地到8月30日才过期，无迄个状况啊吼，即阵大家拢会当来去做啊，尤其是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继续来请教。这个洪医师啦吼，所以咱这个41万，咱嘛讲到吼，真正爱用到这个对的这个所在，避免医疗人员吼真正佫做袂到。嘛有看到讲吼，过去遮可能还在等的，即阵嘛袂当佫等啊。啊，我这做一个报告。你这40万这预防针入来进前，其实就足清楚的。啊，因为这边的疫情这几工啊，是安尼一个足大的这变化。所以某一个程度，社会有一个声音，啊，我已经去预约啊，啊用咧做，啊临时向通知讲袂使做，吼，啊然后呢，袂使做的即寡量是留啥物人？就是留吼，你第一线医护人员嘛。是，你咱旧年即水源较无够的时候，咱社会上有一个运动，我 OK， 你想领啊？所以同款的道理，你咧即个40万剂还未入来进前，其实足清楚的。咱应该有一个拄仔讲的，公道，一命，公命，是医护人员是要保护全民的健康，因为第一线接触即寡病毒的机会比普通百姓较多，是，所以照讲是应该爱真正爱特别提防管理咧紧急的时候，即寡人就爱先做，所以我是希望讲，即摆已经有入来40万剂啊，所以共款的道理。不止医护防疫的人员，像讲啊，咱的警察有无吼？其实足辛苦的呢，因你咧交即寡你咧居家的人啦，还是讲要去安怎检疫有诶无吼？因拢伫现场吼是足辛苦的，嘛是一个高感染源啦。吼，咱的迄个警察这些人员，还是讲咱的里长有无吼？你做后壁后勤生活的即个安尼帮忙，即寡人真正是爱家伫咧上优先的迄个所在。啊，甲咱伫第一线咧。要交这个病毒来战争的，咱拢保护好。啊，第二线的慢慢一批一批吼，因为咱国家这件总共要买3000万剂嘛，啊，其中咱台湾家己要生产1000万剂啦。以咱尽所了解的，蔡总统嘛甲咱宣布啊，7月底，咱台湾2间工厂7月底一定会生产出来嘛。啊，咱到年底
1亿啊，唔是1000万啦，所以咱逐期用有剩之外呢，国外都做外销啦。所以这个过渡期间吼，大家吼，迄唔是口号啦，共体时间啦，吼，大家来共同努力。做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代志。OK， 好，上尾。我简单补充一下吼，这个是英国变种病毒吼，无遐简单的地来吼。我要把它补充提醒一下，去年英国变种病毒的时候，因封城都无法地来，所以因总共死了10万人、12万人，你要是靠疫苗才甲治来。是。好，所以今摆疫苗就是上重要的议题大家一定要，这个我就支持的3级，因为阮的国家老人拢还没做到 ，OK， 没有保护，所以大家一定要乖，为着大家处理的是大人。爱认真来做防疫，有影吼，认真来做防疫啦。咱讲吼，这个上重要，这个40万生吼，这个医护人员来做啦吼。咱看到讲最近已经有24多万人来做哈，来做这个预防针，咱真正甲保留啦，拢总免惊咱后壁这个预防针豆豆来莫等那么讲，这个年中的时阵会来到咱台湾吼，所以咱做好咱这个防疫工作吼，全国已经进入第3期，咱免惊吓，免紧张啦吼，做好咱防疫工作。今日感谢3位来宾，我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